喺呢段影片入邊，我哋會求符合特定條件嘅項數。已經知道一個等比數列嘅第2項同埋第3項分別係56同埋224。我哋需要揾出 n 嘅最細值，令到呢一個數列嘅首 n 項嘅和係大過7乘以10嘅7次方。設 a 同埋 r 分別係呢個數列嘅首項同埋公比。由於已經知道第2項同埋第3項嘅值，我哋可以用第3項除以第2項嚟揾到公比 r 就等於4。揾到 r 之後，我哋就可以用第2項除以 r 嚟揾到首項 a 就等於14啦。而家我哋考慮首 n 項嘅和大過7乘以10嘅7次方嘅情況啦。應用等比數列嘅求和公式，呢一個不等式就會變成4減1分之14乘以4嘅 n 次方減1係大過7乘以10嘅7次方，兩邊同時乘以3，然之後再同時除以14。不等式嘅右邊就可以化簡做 1.5 乘以10嘅7次方，然後兩邊同時加1，就會得到4嘅 n 次方係大過 1.5 乘以10嘅7次方加1。呢度 n 係指數嚟嘅，我哋應該點樣揾佢嘅解呢？指數函數嘅反函數係乜嘢呢？冇錯啦，就係對數函數啦。所以我哋應該喺方程嘅兩邊攞對數，但係攞對數之後 n 都仲係指數喎。點樣將指數 n 抽出嚟呢？重溫一下呢個對數性質啦。log m 嘅 k 次方係會等於 k 乘以 log m， 所以左邊就會變成 n 乘以 log 4，跟住兩邊同時除以 log 4。要記住喎，當不等式嘅兩邊同時乘以或者除以一個數嘅時候，要考慮呢個數係唔係負數。如果係，我哋係要改變不等號嘅方向噶。但係由於 log 4係正數嚟嘅，所以我哋今次係唔需要改變不等號嘅方向嘅。我哋就可以得出 n 係大過 11.91。由於 n 必須要係正整數，滿足呢個不等式嘅最小可能值就會係12，所以 n 嘅最小值就係12。就係咁樣啦。